2024麻豆友会季3月16号将伫总野艺文中心登场。宣传记者会当中，在地艺术家演唱和友会有关的歌曲，画家甘胜体嘛写字，替友会季解开序幕。春天有柚花季，秋天才有文旦节，所以我们麻豆农会对于文旦整个的部分，包括开花期的柚花，包括结果期的文旦，都能够有最好的搭配跟最好的处理。今年以《春日里的柚花物语》为主题，规划市集、艺术特展等系列活动，还结合农会甲柚农开发的农特产，要甲大家分享柚花香。咱现在3月咱麻豆拢拄好柚花会开，然后规个麻豆咱来到咱的麻豆这个小镇你会感觉规拢柚花花香，然后来咱有一系列柚花的活动，包括 DIY 也好有这个假用的，包括伊推广产品拢有。每当的3月到4月之间，是麻豆柚花盛开的时节。台南市府结合麻豆农会，举办柚花季活动，邀请民众春天到麻豆欣赏柚花，感受艺文之美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